大雄，你疯了吗？师傅，你不能再挑战青隼了。我跟你们很熟吗？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地方吗？空，死后的世界。那你知道钱清灵的后果吗？一念消散。坠入进轮回。我留了笔记，所以也就依稀明白了这些和必须挑战青隼，其他搞不清了。但是你现在一身伤，机甲报废了，钱也快见底了，他值得你把自己的命都豁出去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你着个什么劲呢？那能不能改期？至少再攒点钱。没用的，比赛一旦确立就不可撤回，非要取消的话，作为赌注的钱也会被扣除。疯了，真是搞不懂你们这些成天喊打喊杀的人。